视频不要录了，好吧？没有，视频不录好不好？刚讲好，跟谁讲好？讲好。跟谁讲好的？跟刘主任讲一下这个实际的今天视频不要录了，好吧？没有，视频不录好不好？刚讲好，跟谁讲好？讲好。跟谁讲好？你知道网上会输入美国的前20名的公司，就是那个出口最高的公司，前20名有9家是台商，所以我才发现中美大战，台商的公司首当其冲，就哀哀叫的。我遇到一个在困难的公司，他说他中美大战打下去，他的订单跌了3%，所以这个股价当然是在打中美大战这个贸易大战大概对那些受创的一些受的台商，大概有机会的话，带着货可以买进来，因为这个你没有想到说，前20名的这个公司，跟谁讲好？他的讲。跟谁讲好的？跟谁讲好的？可以拍照，可以拍照。OK。我们也组织了台胞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研讨会，其中向台胞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所有这些呢，只要有好的机会。